Hi，咁就我係谷爆哥，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呢一個咧生 Gmail 網站 Send Gmail website。好啦，上一課咧樓上咧啱啱講完咧就係呢個關鍵字詞區啊。好啦，跟住咧又去到第7講啦。呢個咧係文章評論區，好明顯咧就係其實咧就喺短片下邊有啲文字。一般嚟講咧，呢度咧我就多數係寫3種文字嘅啫。第一種就係有關呢套短片嘅內容啦，有啲撮要啦briefing 好啦，第二類咧就可能係發牢騷發瘋有啲評論或者講同呢套短片有關嘅評論唔會無關嘅，唔會講下啲無啦更嘅嘢嘅。好啦，跟住咧最後一個咧就係交叉窿嘅醒目貼士。咁呢隻狗咧就好乖嘅，好昂直嘅。你叫佢做乜咧，佢就做乜嘅啫。佢只係 say yes or no，OK 同埋交叉唔 OK。歡迎大家咧睇我呢個節目拜拜。